Now 新聞台一個工程人員夜晚喺旺角採訪期間被指襲警，遭多個警員制服喺地下，頭同埋身體多處受傷。Now 新聞台發表聲明，對警方表示極度憤怒同埋遺憾。受傷嘅工程人員送往廣華醫院治理。據稱，警方以涉嫌襲警將佢拘捕。Now 新聞台話，被捕嘅工程人員當時正係同一個記者同埋一個攝影師直播警方驅趕示威者行動，突然被警員扯開帶走，指佢攞住嘅梯撞向警員，撳喺地下，並遭暴力對待。工程人員即時表露身份，同行嘅記者上前解釋，亦都被推開。Now 新聞台話，警方呢一種行動嚴重侵犯新聞自由，會作出相應嘅跟進行動。學聯批評警方夜晚喺旺角使用唔合比例嘅武力對付示威者，又話唔排除會有進一步行動。我諗警察如果再繼續暴力清場，使用一啲例如係催淚水等等呢一啲嘅不合比例嘅武力嘅時候，學聯係會有一個升級嘅行動，下一步嘅行動啦。係啲乜嘢？下一步嘅行動乜嘢咧？如果下一步係，我諗而家仲考慮緊嘅下一步行動。執達主任下晝喺旺角執行禁制令嘅時候，遇到佔領人士反抗，執達主任要求警方協助，警方係拉咗23個人。黃曉瑩報導。幾十個執達主任下晝近2點半手翹手沿住亞皆老街向西推進，要求在場人士即時離開。大批警員隨即配合執達主任行動，排成人鏈向前推進。呢一次係警方發出嘅最後警告。有人繼續逗留。下晝3點，警方開始拘捕行動。先帶走最近警方防線嘅一排示威者。現場混亂，發生多次推撞，有人跌倒。有示威者被警員制服喺地上面。有人被抬走。10幾人先後被帶上警車，包括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同埋朝早同學聯一齊站台嘅學生覺醒召集人張俊豪。防暴警察不斷增援，向亞皆老街彌敦道十字路口進駐。警方防線向住砵蘭街推進，配備胡椒噴霧，警告在場人士唔好再行入馬路。近4點，亞皆老街一條行車線恢復通車。警車同警員佔據其餘行車線戒備。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導。執達主任係由朝早開始執行禁制令嘅，亞皆老街嘅障礙物已經係清除。警方話聽日會全力協助執達主任執行彌敦道嘅禁制令。陳婉婷報導。朝早7點，警方開始布防，亞皆老街彌敦道交界大批警員駐守。但係喺旺角部署咗3000警力，比平時多1倍。反黑組探員喺砵蘭街戒備，幾十個執達主任連小巴代表律師，大約10點鐘開始執行禁制令。頭先陳律師俾得半個鐘，我哋想收都收唔切啦。呢半個鐘頭，我哋只係話俾你聽，額外再額外，最後半小時。執達主任作出警告。師傅，我希望你遵守法庭嘅命令，依家讓開。哦，得啦，過緊去啦。佔領人士爬到旁邊，工作人員先清除亞皆老街近彌敦道一排排嘅卡板。召喚小巴授權嘅代理人喺度清除路障嘅時候呢，見到警方呢主要都係企喺較後嘅位置戒備，亦都係攞住攝錄機呢拍低現場嘅情況。用咗半個鐘頭清走呢排障礙物，執達主任同律師再向前。學聯常委梁麗國提出質疑。
你俾咗呢個地圖我啦，但係其實我會放喺上面睇清楚，包含邊幾個路障。呢度亦都係我哋將會執行嘅地點，亦都係禁制令範圍以內。執達主任去到亞皆老街近砵蘭街綠色帳篷嘅位置。如果你哋係阻礙我哋執行職務，我哋就會向你發出警告。根據歐慶祥法官。地鐵站頂大批示威者叫囂，一輪擾攘，工作人員先至將綠色嘅帳篷拆走。去到用木板搭成嘅台前面，再遇到阻撓，佔領人士唔肯離開。我哋而家要求警方協助，因為我唔想構造將來你向我徵收任何嘅費用，所以我哋係要自己搬離我哋嘅物件。執達主任同意俾半個鐘頭佢哋自己移離障礙物。慢慢嚟，喺度個佔領人士自己清走。執達主任再返到亞皆老街要求佔領人士離開。今次潮聯小巴嘅禁制令範圍集中喺亞皆老街一段，至於砵蘭街嘅障礙物唔屬於禁制令範圍。而彌敦道大約13堆嘅障礙物就預計最快星期3先會清除。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道。